进一步讲客话讲寒蝉，但是也同蝉的完全无关系啦哦，是取之于“噤若寒蝉”这一句话，意思就是封建当时生发到日本统治，过有转到国民党的统治，那种高压的父权，就是父权跟高压结构下，对于台湾的客家人来讲，两种无同样的政府，应该是算两种不同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永久做本人统治的一方，佢也本寒蝉地位，佢就特别注意到五姓，尤其是客家人的五姓的所有的形态跟想法，当中做本人压制的，有一个限制。像佢结婚噶好，佢们经过媒妁之言了，然后才有双方认识以后，才有互相交往。佢因为讲五姓就会对未来就接受上一批父母亲的限制跟同那个指挥啊，这样呢，佢非常传统的台湾客家五姓，非常的传统。所以说地位呢，因为佢高级的知识分子哦，尤其美国想法，佢到美国看台湾，到美国看客家，佢比一般的普通客家五姓哦，对社会国家的观念有非常深刻的表现，就是他的生活是很传统的客家女性，但是他又有非常新潮的思想，也就会王建写到一本书里边，一个作家辛格，如果用王建来同别人比较哦，会发现有一个老作家杜潘方格，同家的想法观念非常同样，就讲对一个客家五姓来讲，不管呢杜潘也是黄娟哦，同样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客家既新潮又传统的客家五姓。